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2月2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是胡指挥还有胡俊老师啊。今天股市走势还是非常猛的，上证指数涨了 1.02%， 深圳指涨了 0.93%， 创业板涨了 1.23%， 北证涨了 1.85%， 成交量 1.9万亿，比昨天量还大了一点。这个全市4200只个股上涨，就是一个普涨的格局，1054家下跌。不过这个主力是流出150亿，很多金融消费者现在已经高呼牛市来了，牛来了，证明昨天是牛回头，是倒车接人。但是不要高兴的太早，今天涨的还是比较蹊跷的，因为尾盘是靠券商股上涨带动的。中国银河、中金公司尾盘突击涨停，应该是什么小作文起了作用，是不是券商这儿有什么利好消息？这个券商股异动，因为胡适就是这个消息，金融消费者你等到你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是把股票卖给你的时候。为什么就大家不要高兴的太早？今天的主力居然是钢铁股，给人一股浓浓的补涨的意味钢铁股走强，给人预示着短期行情进入尾声阶段。当然也有人说今天胡适的上涨是受港股上涨带动，这个不得而知是不是有什么主力资金去了港股，在港股那儿是4两拨千斤。这个也体现出监管部门这个良苦的用心，要打造一种慢牛的这种景象。这几天的走势就凸显了这个监管部门这种用心努力，小阴小阳，回调0.8个百分点，然后再上涨1个百分点。你看看，就是退2步进3步，就这种感觉。但不管怎么说有一股浓浓的人为操纵的这种痕迹在里面，还是不值得大家参与。操纵的市场它就是个赌场，判断这个市场是不是变好，还是要看它的主体上市公司质量。大家可以看这个是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中国资本市场要有长牛、慢牛、健康牛，本质上是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大家看视频，我们真的要有长牛、慢牛、健康牛，本质上讲其实还是要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这个是最重要的，对吧？这个去年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叫《繁花》对吧？非常火。它里边爷叔有一句话说，你买的不是股票，你买的是公司。它的逻辑很简单，就是你这个股市能不能够长足快速的这个健康的发展，其实本质上是在上市交易的这些企业它的基本面，它到底说白了到底是不是好的公司，它能不能够产生稳定的现金流，能不能够给投资者带来好的回报。就好像你这盆菜，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食材要好。我认为他这个说到的关键点就是股市能不能长足、快速、健康的发展，本质在于上市交易的企业，这是核心点。当然要确保上市企业健康稳定，要确保参与的人合规守法、公开透明，所以监管那当然重要。但是如果你全靠监管，你制度设计的再完善，你只要参与的公司都是一些垃圾公司，公司的业绩不好，都是为了上市而包装出来的，一上市就露出自己的真面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开年近50家会计所违规被点名。在资本市场严监管的趋势下，作为重要的中介机构之一，会计师事务所职业质量和合规情况长期受到市场关注。近期说，天恒、天健会计所相继受到监管罚单。天恒会计所因在中利集团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出具的报告存在虚假记载，未勤勉尽责，被证监会罚没4451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因在国城矿业财务审计存在多项问题，被四川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据同花顺数据统计说，截至2月25日，2025年开年以来，已有50家会计所遭财政部、证监会以及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点名，多家会计所屡次被罚。从违规行为来看，主要包括年报审计项目合规检查不过关、员工违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以及收费安排不合规等。这个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对第一财经表示审计违规成因复杂，除利益和收费问题，还有人员能力、职业道德以及
竞争激烈等因素。今年以来，监管部门加强中介机构严监管的举措，可以有效遏制违规行为。同时，会计所也需主动完善内部治理和质量控制体系，加强员工管理，提升职业质量。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是咱们监管部门呢所依赖的这个叫守门人、看门人，就是5000多家上市公司，它的财报合不合理、靠不靠谱、对不对、完整不完整、有没有造假，全靠这会计师事务所去审计。如果会计师事务所跟上市公司沆瀣一气，穿一条裤子，那这道门就失守了。本来让你去审计，看人家有没有做假账，有没有虚假这个记载、虚假陈述，对这家企业做体检，你看看他这个企业健康状况。过完年就这么短短的2个月不到，也有50家会计师事务所遭到点名批评，这可见咱们会计师事务所的职业资格、职业水平、职业质量，这到什么程度了？想一想，美国的马斯克啊，他只有6个年轻人派到美国国家开发署去查账。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会计师事务所有多了解。一个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去做审计都要20个人是最少。一个普通的上市公司，你要像恒大这种全国都有分公司的、子公司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恐怕有好几百人去审计，审计费动不动的几千万、上亿的。你看这马斯克就派6个人，这就用的就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当然了，说来说去，咱们还是核心还是上市公司本身质量。上市公司本身质量不行，你怎么整都没用。这个道理也比较好理解。这个上市公司不行，它还要保留上市地位。没有一个上市公司说主动的我要退市，除了央企，对吧？这几年有那么1-2家央企主动退市，剩下的上市公司它是玩命的、绞尽脑汁的要保留上市地位。但是这公司又不行了，那怎么办？一边是活不下去，一边它要保上市地位。你说它除了造假，它还能干啥？所以你怎么管它？你怎么监管它？它的想尽设法的去造假。说到监管部门，美的的监管部门现在可以说现在遇到麻烦了。券商中国报道说，马斯克杠上美国证监会。据路透社消息说，2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证监会计划罢免全国各地地区办事处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其向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削减成本建议的一部分。消息人士称美国证监会上周五告诉其10个地区办事处的董事，作为该机构下个月提交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们的角色被取消。该计划是自共和党人执掌该委员会以来，美国最高市场监管机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中的最新一项，也是特朗普与马斯克一起清洗联邦劳动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报道称，负责监管超过100万亿美元资本市场的美国证监会正面临特朗普的压力，要求其解雇员工并削减成本。该机构的领导人已被告知向政府提交大幅削减的建议。美国证监会的许多工作人员都驻扎在华盛顿总部，但该机构的从旧金山到迈阿密的办公室也有官员，负责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上市公司经纪人和投资顾问进行审查和调查。他们经常在备受瞩目的事务中领导机构调查和诉讼，连美国的证监会都难逃这个一劫。就这个你还要裁员，你要看看咱们这儿监管。我不知道美国的证监会，他说一共在下面有10个办公室，咱们这可不止，咱们这每个省有一个证监局，就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它不归地方管，它是垂直的归证监会管，叫派出机构。比如说四川省，它应该叫证券委员会什么四川什么证监局，我把它抬头给忘了，就每个省都有一个，北京也有，简称叫四川局、山东局或者叫安徽局。你从这个咱们也比美国证监会多，它一共才10个那咱们这30多个每个局得多少人？每个局下面有好多处，什么公司处、什么稽查处，一大堆的。就我们这么多人管，我们的市值只有将近80万亿吧，他们是100万亿美元，那就是将近800万亿，那就是我们的10倍吧，差不多就是这个量级。我们人那不跟美国证监会比，那不更臃肿吗？但是我们管的事情越来越多，都得管。你看把监管部门忙的，今天罚这个大股东，明天罚会计师事务所，后天罚律师事务所，再过几天又罚坐庄的，操纵股价的。罚完了之后，人家也接着干，给人感觉是越罚越多，所以就越来越忙。这监管可以说忙的是焦头烂额它还有非检、临检，就是到人家排队 IPO 的企业去，突然去检查，派人了。问题是你这么管，效果经费花海了，但是管好了吗？不过咱们要话说回了媒体报道说这个马斯克跟美国证监会有恩怨。
这回美国证监会落到马斯克的手上，不死也得掉层皮。今年1月15日说，美国证监会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马斯克涉嫌违反证券规定，称马斯克在2022年3月购买了超5%的推特普通股，但未及时披露相关信息，违反联邦证券法。早在几年前，美国证监会就指控马斯克误导投资者，最终马斯克跟证监会和解，赔了2000万罚款。马斯克受到证监会指控说他误导投资者，又到法院起诉。这马斯克一看官司他打不赢了，马上和解，支付2000万美元。就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来，你说美国的这些上市公司，这些大股东，谁敢为非作歹，对吧？到法院一起诉你和解还得掏2000万美金呢。你说马斯克他是首富，有钱的，要不然谁掏得起呢？这个才叫罚的他倾家荡产。而咱们监管说倾家荡产，什么严监管，给人感觉更像是罚酒3杯，对吧？多罚款的最高限额是60万，就是对大股东罚款就是60万。但是现在有所调整。那美国证监会和马斯克的第2个官司，就是今年1月15号的这个官司还没有下文。所以就说相比较美国啊，马斯克这个精兵简政，马斯克变法，那咱们这儿更需要马斯克。咱们还是聊一聊胡锡进老师。这个胡锡进老师对马斯克既爱又恨呢。爱的是马斯克现在已经倒向了他俄爹，对吧？马斯克现在打压乌克兰，打压泽连斯基，亲俄爹，所以这是胡锡进老师喜欢的地方。但是马斯克在美国刮起了精兵简政，总之就少花钱，这个让胡锡进老师感觉到隐隐的一种担忧，害怕这股风刮到了国内，影响他的退休金。胡锡进老师今天他又发了个微博还是讨论俄爹和美国，以及俄爹跟美国互动中会不会出卖大国，的核心就是这意思。你看胡锡进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聊这个话题，无非就是向他的粉丝担保证，我俄爹是不会背叛大国，俄爹永远跟大国站在一个战壕。他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2月13日提出希望与中俄讨论削减军备甚至核裁军问题，并提议3国将国防预算削减一半。普京昨天表示，俄罗斯愿意与美国一起削减军费50%，大国如果愿意以后也可以加入。那么大国该不该接特朗普的建议呢？老胡个人认为裁军当然是好事，但是特朗普这个主意大国不能接，理由是什么呢？你看胡锡进说，特朗普总想把美俄核军控谈判扩大到大国这边来，变成3方核裁军谈判，他的目的是从根本上削弱限制大国核力量，说因为美俄核武器数量是同规模的，而大国核武库与他们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特朗普在军费问题上提出美俄中各减一半，目的之一是为最终诱逼大国参与美俄核军控谈判做铺垫，大国不能上特朗普的圈套。怎么说？这胡锡进你看他表面上看他像是大国不能跟美国后面跑，还要发展自己的什么核武库，要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个意思，但实际上迂腐至极。作为全球2大核大国，如果他们达成一致要核裁军，在这块大家都削减，那这个至少是一个潮流。胡锡进的意思是不要搭理他们，接着投入，接着花钱，接着部署核弹头，不就这意思吗？搞得好像他很有钱。说我是提议把胡锡进老师退休金给他砍掉2/3，这2/3拿出来去搞核武，看看胡锡进老师愿不愿意。我们接着看，而美国上一年度国防预算已经达到8860亿美元，占 GDP 的3.5%，新财年国防预算进一步攀升至8950亿美元，非常疯狂。他说这样高的军费根本就是胡搞，浪费很大，说不跟别国一起裁军。有报道称，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已经命令高级军事官员制定预算计划，将国防开支削减8%。你看更有意思的是，胡锡进在下面说，他说对俄罗斯来说，只要特朗普政府保持目前的态度，乌克兰战争就有望在今年结束。他已经不说是俄乌冲突了，已经改成乌克兰战争了。只要特朗普保持目前的态度，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就能结束。他说外界报俄罗斯目前军费占 GDP 比例非常高，多达8.4%，战争结束后肯定要降下来。他说这种暂时特殊安排不会持续，所以说把国防预算减一半，对美俄
未来都不困难。美国减一半还有将近4500亿美元，相当于大国2024年的这个国防预算的2倍。这俄罗斯减一半军费，国防预算仍占 GDP 4%以上，在全世界仍属很高之一。胡锦老师后面讲了一大堆，就是大国这么多军费不算多啊，还可以再加一点，就这意思啊。说大国的安全形势无疑是大国中风险最高的之一。他说我们是美国头号战略打压对象，又有严峻的台海问题。他说我们的军事装备历史欠账很多，不仅有台海爆发战争的长期风险。他说我们怎么可以自降军力，自废武功？最后胡锦老师说，他说我个人认为，如果要搞一个多边裁军协议，那么首先应在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国防预算不得超过 GDP 比例上限，比如2%或者1.5%。美国在这个比例之上的军费应当自己砍下来，不要与任何国家攀比。现在美国军费高得离谱，天天叫嚷让盟国加军费，特朗普却突然提出美俄中各降军费50%，要我看他的动机不正，还有可能是信口瞎编呢，说中方根本没有必要费心思就这个问题跟他周旋。这胡锦老师是典型的叫逢俄必舔，逢美必反。这个倒简单，但是美俄要搞到一起去了，这就比较麻烦了。你看对俄爹就是舔就对了，说什么就是舔，对吧？对美帝那就是骂，也是比较简单。美帝说什么都是不对的，他就是说裁军，那也不对，还得骂，动机不纯。但是俄爹跟美帝两人捆到一起的时候，这个确实比较麻烦了。你舔的时候要注意了，不能舔到美帝身上；你骂的时候也注意了，你不能骂了俄爹。你看啊，非常难啊，他把它区分开，这个确实要加鸡腿。俄罗斯这个卢布以后给胡锦老师多发一点，现在这个难度越来越大。在这个微博里面，胡锦老师一如既往的展现了他那标志性的以俄为爹的逻辑啊，这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对俄罗斯的盲目信任和对美帝的条件反射式的敌意。反正一提到美帝呢，就是坏，别有用心。对大国自己倒是被他包装成了一个叫受害者加道德制高点的混合体，所以你怎么看怎么别扭。我的意思是，你说就削减军费、裁军，这个是个趋势，这对哪个国家老百姓都是好事。如果有人愿意领头来谈这个事情，那是最好的。胡锦老师说不要搭理他，让他们自己玩自己谈。所以他一看到是特朗普提议，那一定是特朗普想拉大国下水，一定是特朗普想憋着坏削弱大国的核力量。胡锦老师啊，语重心长，大国不能上当。这个逻辑乍一看好像挺爱国，但是你也仔细去读，你还是发现胡锦老师那浓浓的就是暗示咱们要抱紧俄爹的大腿，还得跟美国对着干才安全。他这底层逻辑还是这么个逻辑啊。对特朗普的提议真假，咱们先姑且不论，也特朗普说话不靠谱。但是胡锦老师他似乎就从来没想过大国他能不能借俄美博弈跳出俄美这个框子，自己来定调谋利益。一直说多极嘛，那自己成为一极。但是胡锦老师没这意识，胡锦老师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在他的勾画里面，大国永远是俄爹的小弟。在胡锦老师的话语这个人物设定里面，那大国只能是俄美被动的应对。然后再看胡锦老师双标，对美国的军费占 GDP 的几%、2%、几，那就是高的离谱，是胡搞浪费。俄爹的军费已经达到 8.4% GDP 的，胡锦老师把它描述成这是战时特殊安排。你看看，美国削减军费是应该的，俄罗斯削减军费是形势所迫，也就这俩国家削减军费那都是合理。但是到了大国这儿，削减军费叫自废武功，这是胡锦的这个逻辑啊。所以黄俄这些所谓的正能量，那双标是耍的叫虎虎生风。尤其提到了，只要特朗普你现在这样别动，你就保持这个姿态，今年我俄爹就要赢了，战争就要结束，就再一次的给俄爹打气背书。这个胡锦老师精神分裂的地方还有别的地方，你比如说他就跟他的俄爹那就5夫1娃1金一样，一边高喊咱们热爱和平，一边玩命的盘核按钮。胡锦老师在这一点不跟5夫1娃1金不是完全一样吗？最搞笑的是胡锦老师说这个特朗普动机不正，就是动机不纯，可能是信口胡诌。这胡锦老师一边批评这个特朗普不靠谱，实际上他这一篇评论叫信口胡诌啊，从头到尾都没看见他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对这个韭菜对牛马有什么好处，而是他这个潜台词就是我们要随着俄爹的脚步，我们要去跟美帝对抗，
分析了半天，胡锡进老师无非就是得出个结论，这个结论不分析也可以，就这么一个结论。结论一叫别上当，不能上美帝的当；第二个就是不能减军费；第三个就是跟着俄爹走准没错。这是胡锡进老师这个埋在心里的一个答案，凡事都这么分析就对了。说到削减军费，首先肯定是要支持鼓掌，这是大势所趋，全球都要削减军费，这样每个国家的老百姓负担都要轻一点。你不减我不减，那只能是大家比拼往上走。就胡锡进老师他是一种静态分析，想想如果美帝现在上来是个特朗普，他是商人，他就要少花钱，所以他有削减军费的这种需求。如果他往上加，他也穷兵黩武，他也跟俄爹一样的加到 GDP 的8%，那你怎么办？跟上啊？那你要跟上，那你说就我们这韭菜996那日子过得下去吗？胡锡进老师的退休金还能保得住吗？会不会减一点？所以说这个大趋势，不管特朗普什么心态，他是什么目的，什么动机，总之他带头要往下减，有这个意愿，这都是好事。那具体的咱们减不减，那得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一味的说美国减咱们就不减，咱们就跟他反着来，这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胡锡进老师他已经陷入一个死胡同，那就是死扛到底，任他风吹雨打，任他国外部环境怎么样，反正我们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核武器上，军费加，深深的把自己满嘴挂着是爱好和平，实际上又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好战分子，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胡锡进老师啊，还是在他乱画红线阴影力还没走出来，完全忽视了外交是有弹性的，动不动就给人画一条红线，最后只能是自己打脸。这一点跟他俄爹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